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讲兰花说兰花。以早真出名一个诗人，捌写过“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臣无力可回天”的屈逢甲。伊有哪捌写一首诗，咧描写山内的兰花。这首《山兰》汉诗二句写了相当好，国情今日捡出来，含所有咱遮的观众朋友研究甲参考。见面头前四句，《山兰》屈逢甲这首诗写讲：剑叶葳蕤千仞光，文琴声断倒金钟。洞天共仰难为俗，乡国多名不愿忘。屈逢甲诗句写兰花叶啊，虽然拢开了是真艳，虽然开了是真水，啊，毋过吼，原来淡水伫咧山内千仞光。这千仞就是讲高山真悬的山内底啦。因为过去甘威林字典内底就写讲，八尺就是一弦，安尼叫做仞。啊，一千仞，你甲看偌悬就好。文琴声断倒金钟，文琴就是咬弹琴迄个琴声，即当阵已经无地去听了。文琴的声断，如今撞伫倒位？袂输敢若讲兰花，就是开伫咧山内共款，无地去找遮尔迷人的琴声，无地去找低音咯。搁来屈逢甲写讲，洞天共仰难为俗，乡国多名不愿忘，就是讲淡即个山内。这个山洞内底，天地咧共仰，无法度落去凡间，落去平阳，甲人难参。乡国多名，毋愿做王。虽然讲大家咧比拼，袂说讲国家内底，啥物人上芳，乡国大家咧比较的时阵，兰花甘愿做一个多名客，毋愿称王。美点伫咧山内，过来下四句，屈逢甲写讲：高树在山绕远志。佳人绝代炮秋风，九州地震灵金路，组合寒微共收容。头前第五句屈逢甲写讲高树在山，虽然讲真有志气、真有名望的高树伫咧山内，伊有啥物款的抱负嘛免阁讲。佳人绝代炮秋风，民间无得去看的美人已经绝代了，只有是踮山内怀抱美妙的香味。九州地震就是讲天地中间只有春遮，袂输讲敢若地图顶头看袂到的所在，叫做九州地震灵金路，兰花开踮遮，组合寒味，甲遐无人看过的草啊，共收容。同齐踮遮要过下半生，同齐踮遮要过未来的日子。屈逢甲虽然咧写兰花，袂输也伫咧写伊的心情共款，你讲看有影无？